好，今天轮到李湘吗？今天到后学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我们要现在开始。各位点ans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全贤大德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由后学李湘学习导读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恭诵观训地经伏魔真经。观考人愿测道心，真心智解贯古今。圣贤之门正道统，了脱生死从此门。帝王将相循和润，功过对错称真。点ans师请把麦克风关一下。金陵天下称世炫，掌上华二卷世人。虎虎降龙家邦正，威灵显赫三绝经。魔高一丈何足计，道高一尺化太平。真水真火系身上，浩然冲色在其中。经年累月修精进，忠孝节义表万民。观正帝君伏魔真经，一炷馨香上告天庭。斋庄中正纯然清净，无私杂念一尘显明。二目守贤真人佛性，敬天理神善心福音。手提合同只害怀抱，金钟贯日一片丹心。焚香导诵伏魔真经，神威法身即刻降临。斩妖除魔贼寇平定，魍魉邪魔杳无踪影。先论修身存心养性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。天高地厚奥妙治理，务事明就通晓人情。必除异端分别义利，阐扬道义大道流行。万物上治万人上命，戒除欲欲勤奋耕耘。若存恶心冥蛮暗骗，狡诈偷克欺哄愚蒙。比见弱小事前路善，以护压平利令自昏。患者反省术务怠慢，远业快刀毫不留情。凭借公职念财磨砺，占为己有罪障万身。金银财宝善财善舍，大肆息靡佛家译文。贪嗔痴爱心思不断，酒色财气强困真人。克举俊元难处下手，文恶妆容文道明聪。纯阳醒察心存未尽，除恶务尽斩草除根。气出浮躁气盛生事，待人处事温良俭恭。至诚无息暗示无欺，二六慎独时刻战经。见义勇为不分物我，万类相感与忠与诚。无义而刚，有道而正，法笑白水一生绝清。名不桑茶直不尽榨，大中至正磊落光明。起心动念青天白日，奉公正己心正感神。端正威仪静以修身，与贪罪己节奏罪人。不信一说行无偏执，视听言动合乎中庸。无灵凡界非软显化，修身阐述贵在知行。诵经明心一经10卷，过误但改不有恶心。再论人道纲常伦理，仁孝利基道化家庭。父慈子孝人间美景，
孝贤门第，则名德丰。曾子三省客逐悌己，房乡正清夏凉冬温。一日三朝文王定省，枯竹生笋梦中成名。百校经文奉为圭臬，老少皆能采衣娱亲。家有父老不立围墙，安身立命报道奉行。爱亲不误，敬亲不慢，爱敬事亲，德教百姓。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，以显父母四位效忠。同气连枝长枕大备，兄有弟恭，今有义坤。原是家姓告诫子孙，留得后辈家园一行。婆媳着里不得有事，机场了度姑嫂不灵。空中造谣无中生有，离间兄弟非是吉星。夫和妇顺如虎禽射，阴阳调和相敬如宾。其有弊端不交寡信，有朋非亲相视贵重。损有无情是非不断，亦有利己质量多闻。智者明辨清流敌视，志同道合愿力道弘。君人城中国有真祥，君霸城间民不聊生。敦人秉德以化暴力，修理诚意精诚一心。德在百姓心系万民，清正廉明一路福兴。晏子春秋其心明鉴，屈原胆诚不污德品。郑哥代旦精进不懈，范言直谏唐有魏征。今时古业今业古人，几世混浊唯我不能。三论忠义气贯长虹，撼动山河凛冽中心。坚如金刚牢不可破，无坚不摧横扫万金。日月昭昭乾坤朗朗，纤尘不变烈火纯金。天地平随千古常在，星斗唯尔万世长存。昔有孔圣周游列国，推道信俗天下取谋。仁义正道万物皆义，16字节首夫一城。孟子信善四端之发，心别毅力一生大功。其为气悦佩玉与道，至大至刚至妙至灵。苏武困胡历19载，汉节手握心在朝廷。威胁利诱不入使命，饮血吞章不灭忠心。诸葛孔明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只求前忠。忠臣义守令臣利己，何来何去何必相争。杨家将士一门忠烈，精兵猛将条条忠魂。业武末将精忠报国，12金牌何计死生。荡气回肠家国天下，志节参天满江红中。宋末三杰铮铮傲骨，山河破碎人烟苟存。成人起义泣血正气，歌咏千载天祥人品。张行包拯何人不是？在世忠义死后留名。入主金宫合同印证，
奈何以是独钟一心？公常仔细八卦如会，大开普度芸芸众生，大考大愿大愿大行，尊师重道忠义双成，历代圣贤宣真菩萨，后人养三忠义精神，人无忠义如墙边草，见风转舵使人看清。无义私信无廉私耻，无信不威无耻施人，大节不渝于义待俊，无淫则混无度则昏，无伦理者无修身者，无忠义者无道德根。真修道子修己原力，丝毫不果念发原形，似切或戳砥砺琢磨，似读八邪荡然无存，穷不思议达不离道，忠贞廉洁立德立品，真谛妙理金笔垂示，告诫世人一部真经。佛摩真经日日持诵，主境纯诚必有感应，全心跪拜慈念观心，忠义相随日夜遵行，心宽体盘精去神俱，无有半点亏欠存心，腰至不生魔当不入，太和缘去七彩祥云，逢凶化吉遇灾成祥，真经孝行转应改命，经传千秋圆者积卧，诵念行久美大圣神，佛摩真经前诵至此，浩然正气充塞满盈，唯独无气意气经中，唯独无形成就大一心贯彻一心应持，一心贯彻，以心印心。不好意思，李香，要用96乾坤彼岸同灯，心在五湖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10叩首。不好意思，我喝一下水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点发印证考山胜，来了来，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王陶勋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日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离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灵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炫，收元显化在谷中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言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辅以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10年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君，
每日至心常慈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学人不说话，崂山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夺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巡礼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。扯起造渠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红娘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即驾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元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里常持念，学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片神通大，持念2片得超生。持念3片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列举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林梨香，子沈荣洲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。世守至道，世守至道。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昭阁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
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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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点燃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贤贤大德，后学今天学习导读就到这里结束，感恩大家的配合，谢谢。好，感谢离乡先选的导读。感谢我们离乡，我们在澎湖嘞，你要不要来？但是你开玩谢笑，谢啦，都已经到澎湖来，叫后学要不要来？还在叫要不要来？对呀、我下午来澎湖啊，下午点到了啊，晚上搬到那边早上的。你要去要找他去吗？啊，上次找他去，这一次就不找他去了。他管那么一关遐宽，我唔敢请伊来啦。我们今天他去关这种雕刻的，我请他来，那我们两个都来怎么办？换两个讲，换两个讲，就韩经。李翔，你感冒了你？没有啦，刚才熊熊哦，就是可能喉咙比较干嘛。他今天导读啦，那个伏魔真经那么长都没有喝水，很辛苦嘞。哦，是啊，不然就喉咙比较干了，然后就还要让导读的老师喝口水。对。我赶快喝一下水就好了啦。好啦，辛苦了，刘燕妮。要读以前先喝先。好，拜拜。几位班？几位班啊？3月12。好，点赞4拜拜。拜拜。讲师各堂主各领任后，好，拜拜，晚安。晚安，再见了。